位伫永福路两段一间牡丹楼，虽然外观看起来有淡薄仔外国风，其实经营的是中式的餐厅。头家邱庆桥表示，当初会开这间店，因为妈妈爱做菜，为了家庭的凝聚力，才来结合厝内面的人来开店。开这家店的时候是集结所有姐姐、妹妹跟我们3个人，还有表哥的力量，然后把这家店弄起来。那我们为什么会叫中菜？其实早期我们是叫汉风料理，就是所谓的中国菜。但是在台南的话，怕有时候字眼太过强烈，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回响，所以我们就改叫汉风料理。因为小时候妈妈很喜欢煮外省人的菜，这样子，所以会一路延伸到这边。那我们的菜等于也在台南跟别人不太一样，独树一格。因为台南大部分都是出台菜，那台菜的话大家也都蛮强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跟别人抢这一块的市场，那就干脆做我们自己拿手的中国菜，就是人讲瓦新啊菜，这样一路延伸到现在这样子。牡丹楼餐厅以汉风的料理、中国菜为主，而且每一道拢是师傅精心的料理，亲像招牌功夫鸡、薄脆虾迪酥等，有四川、贵州甚至是江浙菜等。一个是招牌功夫鸡，我们采用的是放山鸡的正土鸡，然后用1.5公斤重的母鸡，做法有点像海南鸡的吃法这样，只是我们没有放那一些姜黄，然后用我们独特的料理手法，然后再加上自调的酱油酱汁、姜泥酱跟酸辣酱3种不同风味的酱汁这样子。那从我们餐厅一开业以来，这道菜就受到非常大的欢迎，它是一道凉菜，你今天吃或者是外带回家吃，在3天内冰箱里面风味都是非常棒的。那另外一道是薄脆虾迪酥，它是炒虾去壳之后打成虾浆，再放入些许的猪油，然后再用春卷皮把它卷成一根一根像小朋友的零食脆迪酥这样的样子，所以我们把它叫薄脆虾迪酥。那它沾上浙江的红醋，那个滋味就是吃起来非常的清爽，而且炒虾味非常的丰富，而且很营养。这道菜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业者经营至今超过10档，经过进前的疫情期间，推出凉菜的外带，甚至推出商业的午餐、9宫格的料理等。现在为了迎接母亲节，业者嘛推出倒菜，不管是小家庭的3至5人，或者是大家庭1至10位，拢会用的来预订。另外，吧台嘛有咖啡、饮料，甚至是气泡饮甲香槟等。至于餐厅的后面，还佫有一块开放空间，因为业者甲着流浪猫的结缘，因此嘛设置了流浪猫的中途之家，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嘛会用的来领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